遠古時期嘅餐廳有啲乜嘢食，你可能會見到你自己喺個 menu 上邊。因為考古學家發現人類自古以嚟就有食用同類嘅習慣，佢哋食人唔單止係為咗醫肚，更加係有重大嘅意義。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Professor Papa。科學家喺位於英格蘭嘅一個洞穴入邊揾到大量遠古人類嘅化石，令科學家驚訝嘅係喺部分化石上邊發現咗大量用石器割肉落嚟嘅痕跡，有啲化石仲刻有人類嘅牙齒印，證實當年居住喺洞穴入邊嘅人類係參與咗一個恐怖嘅宴會，食用同類。呢啲化石大約有15000年嘅歷史，當時係處於一個食物較為充足嘅年代。而喺洞穴入邊亦都發現咗大量嘅動物、果實等等嘅糧食儲備，所以科學家推斷佢哋唔係因為餓得滯而食人，而且呢班遠古人類使用石器分割肉類嘅手法非常純熟，亦都好清楚邊一 part 食得，邊 part 唔食得，並且識得將人類嘅頭骨改造成為碗碟。種種現象都顯示當時嘅人類係有經常食用同類嘅習慣。科學家推斷人類嘅食人習俗係起源於11萬年前嘅冰河時期，食物冇咁充足嘅年代，而食用同類係當時嘅原始人用嚟處理同伴屍體嘅方式，係一種最自然同唔會浪費營養嘅方法。使用頭骨作為餐具就係之後先出現嘅一種原始嘅奠祭儀式，喺當時係非常合理嘅行為。而隨住文明嘅發展，呢種行為最終大約喺1萬年前演變成為原始宗教儀式。之後大多數人類只會喺獻祭儀式之中先至會食用同類，直到道德同倫理嘅觀念隨住文字同教育嘅出現進一步發展，令到人類杜絕咗食用同類嘅行為。但係宗教上嘅食人儀式至今仍然喺少數嘅原始部落當中可以揾到。位於新幾內亞嘅科羅威族部落就仍然保留住食人嘅宗教儀式，佢哋會將罪犯或者被認為係無辜嘅人殺死，然後食咗佢哋嘅屍體。呢個儀式嘅目的係為咗祈求族人遠離疾病。而喺南美洲嘅亞馬遜地區同非洲剛果等地都揾到保有同樣習俗嘅部落，咁係因為食人原本就係遠古人類嘅共通文化，而且同一般人嘅印象唔同。呢啲原始部落食用同類嗰陣係絕少生食噶，佢哋都會用各種嘅烹調手法令到人肉更易入口。據食人族所講，人肉嘅口感同味道同牛肉相似，但係就帶有少少嘅酸味。就算喺現代嘅文明社會，都冇辦法完全杜絕食用同類嘅行為。喺啲 web 入邊就有唔少關於食人癖嘅網站，甚至有人自願供應自己嘅肉俾其他人享用。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